为了要让还未读书的囡仔呢，自细汉就入班故乡，家己溪口的文化生活馆，用在地食物也个节日文化配合社区设计体验活动，希望让这幼稚园的囡仔呢来到社区感受在地文化，也会当学到实农教育。导览老师甲幼儿园的囡仔来认捌各种食物，阮阿教因用手甲边仔来感受，阁小家用这些食物做出来的料理。要用实农教育的课程，教囡仔认捌在地文化。我哋就在草地吧，个草啊粿。台湾是结合着这里实农教育哦，然后还有在地的文化，还有这个节庆活动3大主轴下去做这个规划，用五感体验，让囡仔吼对这个植物在我溪口乡的植物更加深的这个体验。除了室内的课程，导览老师嘛带囡仔家己去社区内底，亲身来看社区民众种的仙草、香草甲一寡芳草，希望透过这款方式，加深囡仔学习的印象。进前拢是伫个教室内底，干那看册尔，看图面。按过即马是利用伊的手，用伊的五官去感受即个植物的迄个香味也好，也是伊的迄个触感，让小孩子他对伊家己的基地会更较了解。透过文化馆、学校甲社区合作，食物唔但是实在，嘛假做是认捌地方的教材。向公所指出，透过在地文化甲教育的结合，唔但让囡仔为细汉来认捌故乡的文化，嘛培养因对故乡的认同甲连结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